平化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第10号。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上喜欢做的代志。我上喜欢做的代志，就是教母去洗菜市仔啦。自细汉，若拄着休困日的早起时，阿母拢会去菜市仔买菜。逐摆，我一听到阿母要出门买菜的声音，惊缀无着抓，就赶紧替伊挂菜篮，由伊的手缀伊去。菜市仔离阮兜有1点仔远，阿母拢会骑乌托摆载我去。礼拜日的菜市仔内底，人山人海。阿母交代我讲，菜市仔底人真济，你爱甲我悠较条咧，毋通去互人客无去哦。菜市仔真快，物件实在有够济。大头的鸡仔肉，有青的、色的、食的、啉的、鱼肉肉、青菜果子等等。5花杂色，摆甲满世界，互我看甲真趣味。行啊行，阮踅到卖鱼仔的档头，阿母问我爱食啥物鱼，我随时应声，我爱食鳝鱼啊。阿母嘴念讲，啊你爱食鳝鱼，啊恁阿兄爱食红鲢鱼。安尼，你买啥款较好？阿母头家是接咧讲，安尼2种鱼拢爱买啊。哎哟，免想遐济啦，算你较俗咧，连这有买花刀鱼，拢总摕你5仔5就好啦。阿母哪嫌哪出价讲，阮也无食遐济，算较俗咧，500块啦。若无，我就无爱买。阿母真会晓出价，头家嘛真阿萨哩，随应讲 OK， 拢补起来算你500就好。阿母真厉害，轻轻松松就省50块落来，算落来去买我上爱食的果子仔。阮选几啊款果子，有红果、奶子、山影、甲火龙果，阿母拢总买。阮2个人阁踅去买一个仙草，小等转到厝，甲伊冰好凉。顶悬来捞一寡冷冷，安尼就是一碗凉凉凉的仙草面啊！行啊行，阮踅到菜市仔买时，我感觉真翕热，还阁一直流汗，就招阿母行入去一间杂货仔店，找一时仔冷气，顺续踅看有啥物通好买无。阮入去踅一下，看咧，买一罐洗碗精就出来啊。2个人大半洗碗，慢慢仔徛转去厝。陪阿母去菜市仔买菜，是我上喜欢做的代志。我感觉定定做伙去菜市仔，除了真趣味，会互我得到一寡生活常识以外，嘛会当互我了解做一个家庭主妇的艰苦。因为伊爱用心计较，开上省的钱，买上好的物件，袂使买着无卫生、无营养、过期的、有喷农药会使人破病的物件。我真欢喜陪阿母去菜市仔买菜，是我上喜欢做的大代志。相信嘛，互阿母感受到查某囝有够大心，
会当家己